的用不用吧？我好像这样站起来好高啊。幸会吧。不想那么突兀。一定说文会讲的太。这个怎么不见了？那个海绵有不见了。上个礼拜见。上礼拜是礼拜天是谁？谁是？还没还点。设法找一个来，你要这样子才对。来，你赶快调一下来。喂。你现在不要特别靠。我不要靠。喂，可以吗？不会声音太小哈。不要紧，那个文和简老师会帮你调。文和说那天后面就听不清。简大哥，那个诗会那一边的麦克风的那个头套不见了，所以郑梅姐会离远一点，所以她的声音可能会需要调大。你再看情况怎么样？谢谢。今日这个平安，昨昏是全世界注目，也是台湾真重要一个日子。不过已经过去。感谢主赏赐咱台湾这个自由的土地，互咱伫遮通有民主自由，无论什么款的意见，拢伫这个所在。感谢主。那咱今仔起，依然通伫遮来敬拜上帝，咱用欢喜快乐的心来学了主。敬拜主，来领受上帝祝福，请咱念经圣诗181首。圣诗781首，学了主耶和华。咱来念135。
请。我若主耶和华，关亮天堂嘅大，伫大会中我爱保佑，互咱感谢唱歌第三节。破裂道，公义真是健康，你对永远刷到永远，大开拯救的路第五节，着敬畏耶和华，因为主恩极大。盼伊来行，心免惊吓，哦，我感谢无限。咱过来看203首，天下遍遍逐邦国。来吟第1节甲第3节。天下遍遍逐邦国，人人心看黑暗，分做撒旦的路步，情形实在凄惨。天父人来大慈悲，有其保护万民，可惜百姓。去拜偶像归神，第3节，残害我角大世界，惊着大大欠家，困求铲除出人罪，紧紧提出受担，愿主春秋白沙达。今日地业深的，互人归主无所望，天国光华无边。请咱闭目心来礼拜。
遮个天讲起上帝荣光，强抢暴扬伊的手所做的。即日对迄日发出言语，即暝对迄暝传出财物，无言无语。因的声无通听见，因的准绳遍伫天下，因的言语到伫地极。咱来吟信诗，信诗伫181首，俄罗主耶和华。信诗181首，俄罗主耶和华，请咱起立来吟。咱犹原兄弟，咱用新的界面来告别咱信仰，请恁着尽心、尽性、尽意，听主你的上帝。这个界是专，也是头一个，第二个也三亲像是宝，恁着听主你亲像家己。这个界是专有法甲先知的总分头。因新的界面互你，就是恁着扫听，就是我捌听你，恁着安尼扫听，恁若扫听，正人必定安尼知，你是我的心。请坐。交读启应文第7篇，启应文第7篇，这是为诗篇24篇。出来，启应文第7篇，我来启安来译。地甲其中所充满的，世界甲建伫中间的，拢属耶和华。伊将地建立伫海顶面，安置伫大水的顶面。之水会像耶和华的山，之水会徛伫以前的所在。就是手清气，心清洁，存心无枉负假，手抓无存干亏的人。即号人要得到耶和华的祝福。搁对救伊的上帝得到伊。这个是找耶和华的族类。咱的上帝啊，这是爱记你的名的人。城门啊，举起恁的头。永远的门啊，恁着受举起。阳光的王要你。这个阳光的王是几罪？就是大快乐、大权能的耶和华。是高切有大权能的耶和华。城门啊，举起恁的頭。永远的名，你一定着受举。阳光的王要你。这个阳光的王是几罪？万军的耶和华。你是阳光的王。咱做伙来祈祷。亲爱的主，愿永远的爸上帝，伫即新的安息日，愿来到至圣所来敬拜你。诗篇讲，伫你的殿宇待一日，较好1,000日。
宁可伫我上帝厝过门，较好伫歹人的报边。因为耶和华上帝是日头，是盾牌，赏赐恩惠甲阳光。伊袂捌留一项好物无互咱。万军的耶和华，阮的主上帝，我靠你的人实在有福气。亲爱的爸上帝，阮伫遮嘛要对神底感谢你，因为你互看见若看见你，全心祈求你，我靠你服侍你的人，拢会当看见日面的阳光，经验着主国话，拄到神力件事的发生。伫这个地球充满动荡不安的世代，求主互阮内心有平安。不管世界局势的变迁甲震动，因为上帝你是不管日时、暝时存在伫阮的中间。上帝你是阮代代帮赞，也是阮永远徛起的所在。亲爱的主，愿感谢你，互昨昏的总统大选平安顺遂。照着民主的方式选出台湾新的总统，选举的结果虽然未尽达人的意，但是阮深信你才是这块土地的掌管者。毋望大家当心平来接受，继续团结同心做伙挺台湾，守护咱的土地，也带到新的领导者会当顺着行公义、好人民的心，稳定向前，带领人民过着幸福平安的日子。伫2024年新年度，阮每一天要靠主得胜，得到主新的祝福。主你是做新事的上帝，阮要搁一摆对你重新得到新的气力，有新的出发。有你的话做阮骹前的灯，顶路上的光，引线阮头前的路。求你甲阮三角地带，互阮指引阮的心，行伫你所欢喜的路。新的年的日子，就是落实阮的诫命，尽心、尽性、尽意、尽力听主你的上帝，搁听主比亲像家己，互人为咱的行道看见耶稣，互咱四周围充满你的光甲听。阮来祈祷是靠耶稣基督圣主名来求，阿们。圣歌队今日要用学老无停要来献诗，学老无停。心
共读圣经，今仔圣经是记载伫出埃及记第6章第5甲第9节。出埃及记第6章第5甲第9节，咱的周报后面嘛有记载，咱会当来看，做伙来看上帝话。出埃及记第6章5甲第9节。我也听见以色列人嘻嘻惨，就是埃及人都因做苦工。我也纪念我的约，所以恁着甲以色列人讲，我是耶和华，我要对埃及人所互恁打一担担带恁出来，我要救恁脱离因所互恁做的苦工。我也要用伸出的手，甲大的审判救赎恁。我也要掠恁做我的百姓，我也要做恁的上帝。恁要知我是耶和华恁的上帝，是对埃及人所互恁打一担担带恁出来。我就抓应允，要互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迄个地。我要带恁入去遐，将迄个地赏赐恁作业。我是耶和华。摩西将即个互以色列人讲，总是因为着心内忧闷，也做苦工，毋肯听摩西。以上是今仔日圣经节。咱知美牧师今日要讲对题目是乌白还是彩色？咱将时间交予牧师。各位兄弟，大家平安。咱同心来祈祷。特别上帝，阮感谢你，感谢你赐阮有信心来军地。恳求主你帮助阮，互阮的心拢顺谈你，互阮会当爱你赢过即世间，互阮的性命无搁踮伫乌白的所在。会当充满色彩，恳求主你圣神帮助运行伫阮，阮安尼祈祷，感谢拢是靠主耶稣的圣名，阿门。牧师要来一开始要来问一个问题，就是顶礼拜日下午差不多3點通的时阵，你小想一下，你迄当阵伫咧倒位，啊，搁伫咧做啥物？顶礼拜是下晡3點通一掛，迄当阵哦，牧师伫咧圣殿教会咧开中会，迄当阵哦，侪人的手机啊，就开始咧弹，手机的进步忽然大弹啦，搁毋若弹一摆，敢若弹2摆，2摆，总是会奇怪呢，牧师的手机拢无弹吼，所以咧一开始我计是第动，总是会听别人的手机爱弹一下，伊想讲敢若爱要地动哦，哪会爱无摇，无迄个摇的感觉。啊，过来就第2摆，真紧就开始搁有第2摆。就是这个中间咧，牧师就听到有人讲啊，是迄个中国的飞弹吼飞过来了啦，吼飞越南台湾的上空这样子，我就想讲。这么严重哦，哈，这么严重这样子，然后再不久呢，再不多就有人说啊，不是飞弹啊，是卫星啊，哈，真趣味。其实吼，特别伫咧大选进前，人的内心的想象会足多。咱人的内心会充满各种的想象。咱若愈想讲什么情形可能会发生，迄个代志就真有可能会发生。这也蛮符合墨菲定律的。好，有墨菲定律是什么意思呢？墨菲定律呢，就是你若一直咧烦恼有啥物代志、啥物情形会发生的时阵哦，迄个代志发生的可能性就会变足较悬。伫咱正经所读的读经正道内面，出埃及记第3章到第6章有记载，讲上帝呼召摩西去要和埃及法老来讲条件。爱法老呢，互遐个伫埃及做奴隶、做苦工的以色列人离开3天，来去敬拜献祭，吼，耶和华上帝敬拜献祭。照圣经所记，摩西一听到上帝呼召，一听到上帝叫伊
去做遮个代志的时阵，伊大戆领惊吓，伊一开始的反应就是毋通。伊对上帝讲出伊的判断，伊拒绝上帝邀请的理由。摩西拒绝上帝第一个理由，其实这个理由实在是蛮好的理由啦。好，他的判断其实也蛮正确的。摩西的第一个理由呢，就是法老一定毋肯放以色列人来离开啊。就算讲只有3天，伊判断讲法老一定毋肯的，是安怎讲？因为现成的廉价劳工非常好用，廉价劳工很好用，又很听话，又不花钱。咱拢知影，埃及伫建设的顶面，他们的产值量能，伫迄当阵全部拢靠即群以色列人。想要请假，卖戆啊！我无甲你加班就不错了，你还要请假。埃及法老早就对即群以色列人看袂顺眼，安怎讲呢？因为正经咱知影，伊要将以色列所有出世的查甫婴仔安怎，拢要杀掉嘛。吼，因原本有即种的计划。总是咧，无拍算，因为他们要进行种族灭绝的这件事情，他们已经吃了闷亏了，因为有人无要听法老的话，法老会大生气。摩西伊判断讲，法老会大生气，一定会对其他的所在阁爆出来，所以摩西一直想讲，若是这个时阵阁法老在讲这项代志的时阵哦。一定会偷鸡不着蚀把米。然后摩西阁讲第4个理由，拒绝上帝的理由，就是咱第4章在记载的，讲以色列人绝对袂甲我信道的啦，因为当初就是我踮伫我的同胞的迄个族群内面不受接纳，所以伊才逃走嘛，摩西才逃走到旷野去嘛。所以摩西就讲以色列人袂甲我信道的，因袂听我的话。然后摩西佫讲：上帝啊，我是真含慢讲话的人啦，我无法度啦。毋过上帝袂因为摩西一而再、再而三的提示就放弃，伊要来拯救的计划。上帝软硬兼施，直到摩西点头答应，果不将嘛是答应啦。毋过上帝嘛伫遮甲摩西提醒哦，伊嘛甲摩西提醒讲，伊会互法老的心硬，法老吼，伊绝对毋肯放以色列人来离开。咱若是摩西，可能想讲，安尼是伫咧创啥？安尼我毋是家母的吗？总是上帝继续佫讲，无论法老会安怎来反应。无论到时会产生什么款的问题，你着做你应该着做，你着做你应该所着做。你所烦恼遐个问题，上帝挂保证讲，伊一定会替摩西来解决。然后咱继续看到第5章，摩西就到伫法老的面前，爱法老允准遐个以色列百姓离开埃及3天，耶和华上帝敬拜献祭。摩西所烦恼的代志果然发生啊！这也是墨菲定律在远远在旧约时代的一个例子。法老毋肯，佫下令将佫较重的重担缀伫咧以色列人的身上。法老要互即群以色列人，恁着做到死为止就对啊啦，啥物拢莫讲，互你缀佫较重的重担伫恁的身上。无讲无代志，无做无代志。摩西的行动所带来的影响，毋但互法老佫较残忍的迫害以色列人，就连伊家己的同胞遐的以色列人乡亲也无法度理解。就伫摩西强要动摇的时阵，上帝佫一摆摩西讲，只是伊着行的路，就是伫今仔日的经文第60到第80。第60到第80，上帝讲：你着甲以色列人讲，我是耶和华，是恁的拯救。我要对埃及人救恁脱离恁所做的苦工，我要伸手救赎恁。
我也要掠恁做我的百姓，我要做恁的上帝。我就抓应允阿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的迄个地，我要带恁入去，将迄个地赏赐恁做业。我是耶和华，是恁的拯救。摩西无法度说服法老，伊也互家己的人嘛甲臭头。面对即种两边拢毋是人的困境，伊所会当做的就是好啦，上帝，你阁叫我安怎做，我就继续啦，无要安怎？这边也走不通，那边也走不通，要安怎？伊就是将上帝所应允的，遮的着以色列伊的乡亲讲互清楚，总是以色列人安怎来反应？第9节。即阵以色列人的反应呢，就是因的内心忧闷，因为因做苦工，唔肯听摩西，他们不肯听，不听了，拒绝。摩西搁一摆搁弄壁，其实亲像摩西即种伫上帝甲现实的生活中间左右为难，两边拢唔是人的即种情形。也定定伫咱的生活中间来发生。无事举3个例，第一个例就是咱来用总统甲立委的选举做例。如果踮伫咱的家庭，或者是咱因为结婚产姻亲关系的中间是属于无同款的阵营。如果在我们自己的家庭、家族，或者是姻亲双方，如果我们所站的阵营不同的时候，咱就要避免设计，避免擦枪走火的唇枪舌战，或者是扫到风台尾。第二个例就是呢，一对新人在准备进行婚姻的过程，有可能因为双方对婚礼的期待无同款，对即个期待无同款的中间，在准备婚礼遮尔长，譬如讲，即马现代少年人可能在准备婚礼，可能要用1年的时间，上最至少要半年到1年的时间来准备婚礼。总是伫即个中间呢，可能因为双边的家长的意见无同，期待无同。还有新人自己对婚礼的期待也不一样，可能伫这中间就会产生一寡问题出来。牧师就捌听一个例，就是牧师另外一个牧师和牧师来分享讲，因教会有一对新人要结婚，要准备婚礼的这个过程，意见双边的意见足歹吵的，吵到最后，伊就是要准备要结婚嘛。到伫最后，帖仔都已经发出去啊！帖仔都已经发出去啊！总是咧，结果无结婚，无爱结婚啊！到一个地步，已经无法度搁协调落去啊！停止，就取消婚礼，就来取消。讲到婚姻嘛，婚姻了后就是要。就是成家立业。第3个咧就是咱后一代，咱的囡仔还在学生读册的阶段，咱可能会甲因准备要来学一寡才艺，才艺爱开钱，爱有家庭的旅游嘛爱开钱，各种的贷款啊，可能咱买厝啊、买车，逐项贷款。啊，阁有教会的奉献，伫遮尔多金钱的这个使用的中间，特别是另外一半，若毋是兄弟姊妹的时阵，伫财务顶面的使用，夫妻双边要安怎取得共识，总是阁袂得罪上帝，这是真大的挑战哦。有时啊，咱伫这个中间产生一种两边都不是人的情况。这种情形特别发生伫无同款信仰的人的顶面，总是啊，同款是基督徒，
也会因为和上帝的关系无共，咱所领受的无共。虽望夫妻拢是基督徒，也有可能有无共款的反应甲选择。伫顶礼拜啦，就是文和长老甲浸梅长老因的查某囝婉柔的结婚礼拜。迄天文和长老徛伫遮，吼，伊用主婚人的即个身份呢，伊有分享，伊有讲因兜的正美长老吼，对于囡仔的要求比较严厉，吼，大家有参加的人应该也有印象。当文和长老伫遮分享的时阵，我就伫心内底想讲，我咧，我好像也是属于比较严厉的。纵使呢，与其说是严厉，倒不如说是在一个原则上的坚持。有的原则，我足坚持的。我的其中一个原则就是，若是上帝有开路，若是上帝还无将迄条路甲伊挡好死，我就愿意安怎？我就愿意照顾上帝所赐予我的产业，就是我的囝，互因学习，因所爱学习的，因愿意也想要做的遐个代志。无论阮伫生活顶面是偌尔啊艰苦，偌尔啊勒紧裤腰带，无论伊个牧师伊心内是毋是有真正有甘愿安尼支持，毕竟钱都是他在赚的。高高低低，他的压力一定比我更大。纵使呢，伫厝里真歹势，因为伫厝里，伊尊重我的意见，吼，伊尊重我的意见。所以呢，我就照安尼，我就是祈祷，逐项代志我就祈祷，求上帝为我开路。上帝安怎开路，我就安怎顺服。上帝若将这条路挡掉的，我就回头，就是安尼一直以来我都是这个样子。所以呢，上帝若无将这条路挡好死，我就继续行。我就知影这是上帝要予伊的产业，伊所赏赐予我的产业，所备办的、所装备的遐一切，就算讲迄条是一条真歹行的路，我也愿意照安尼去行。另外，还有就是常常有人问牧师讲，牧师，真感谢主呢！我看到恁三个囡仔吼对教会的奉献甲服侍，遮尔啊热心。常常会有人问牧师讲，毋若安尼，毋若热心服侍，牧师恁三个囝对教会投入，而且因出社会的时阵，头前两个已经出社会啊，讲。因一出社会，他们就有做到11奉献，因就有做到1/10的奉献。敢是因为因是牧师囝，才着安尼，压力遮尔大。我就回应讲，我从来无因为因是牧师囝，就对因有无共款的要求。我袂因为因是牧师囝，就爱因安怎搁安怎。其实早伫阮是一位平信徒的时阵，牧师就用不断用实际的行动来教导因。牧师正正也毋是牧师，是平信徒的时阵，1/10的奉献，是对上帝、对教会的责任甲疼。11奉献其实是对上帝、对教会的一份责任跟爱。咱在受洗的时阵，徛伫遮，徛伫上帝甲众人的面前立约，这个跟婚姻的立约是一样的。我想我们从来没有听过一个婚姻的誓约，说新郎说，等我比较有钱的时候，我再来照顾你。然后新娘会说，等你比较比较有丰富的资源的时候，我再考虑要多爱你一点。有吗？我没有听过这样的誓约吗？我想这样子的誓约就不是誓约，那是有条件的。咱甲上帝立约和婚姻的约定是同款的，就是无论咱家己本身的境况是安怎，
无论咱是徛伫悬山顶，还是含落伫深渊，一定着爱对咱属灵的母亲，就是咱的教会，献上迄个永远无相离的疼甲责任啊！这是对我们属灵的母亲，我们如何在教会里面得到属灵的养分跟培育？我们要怎么样回馈给我们的母亲呢？上次牧师也常常和我的囝分享讨论，上帝无论是伫阮这个家庭，还是伫个人的身上，上帝是安怎保守因带带领因的头前的道路。就亲像上帝伫摩西的面前所展现的权能，目的就是爱摩西来认捌伊。所以当因长大成人出社会，这个信仰是属于因家己的。表面上因敢若是缀伫管底1/10的奉献，各种的奉献，迄才是服侍。其实因是伫缀上帝啊，因拢是伫缀上帝。无论是金钱、时间、财情，因愿意将所得到的一切的一部分奉献给上帝的教会，是因为因确实亲身体会经历试过上帝的恩典，所以奉献也是因对迄个约定上实际的回应。咱投入教会奉献给上帝，其实对这个时代是一个真大的挑战，特别是咱阁爱注意亲人朋友的感受。我想进前，我毋知影是伊个牧师，还是牧师伫嘛捌分享过，阮进前真艰苦的时阵，迄当阵就有教会，阮母会就有一个长老甲阮扣到边仔讲：啊，恁家己生活就遮歹过啊，因为因知影阮负债嘛，讲恁即摆生活就遮歹过啊。你毋免奉献遐尼多啦，就是10奉献啦。伊讲约定奉献1000、2000，安尼意思就好，毋免奉献到安尼1/10，毋免做到遮尔，毋免做到即个程度安尼。总是迄毋是阮的心意，这毋是阮和上帝的领受甲回应。咱若即个时代若一直搁伫注重亲人朋友的感受，咱会发现。行往上帝国的道路，确实是一条真滑、无介好行的道路。当然，若是你感觉你行起来真舒适，无啥物负担，教会好歹，甲我无啥物关系。特别是某一位兄弟姊妹，伊是毋是陷落伫一个忧闷的中间？啊，我家己过好，我家己就好啊，逐项事拢袂晓袂紧，若是安尼啊？你若行到遮尔舒适，你就爱检查你所行迄条路，到底是行为倒位去？伫生活中，咱所做选择，确实会面对时间的压力、金钱的压力，也有未信主、厝里的人的压力。毋过，牧师相信，咱上无爱面对的，咱上无爱面对的，恐惊是家己心内。迄种对上帝的亏欠，我想我们最不想面对的是，在夜深人静的时候，我们家己责备家己的迄种的痛苦。我们不断的陷落在那种主啊，歹势啦！我实在软弱，我实在软者，求你原谅我，求你赦免我。同款的原谅甲赦免，无毋对。上帝一定会赦免你。你若真心悔改认罪，总是你是毋是实心悔改认罪呢？那是有真正的悔改，干嘛我们会这样子一直错下去吗？咱的人生到底是踮伫黑白，还是爱有彩色？若是讲三心两意的这个问题，对一个婚姻的伤害有偌大？咱基督徒无法度和上帝教会同心同行这项事，对于咱的伤害就有遐尼啊大。这阵以色列人因为生活的压力，毋肯听摩西的话，因无要缀上帝来行。
上帝已经有应允一个充满色彩的未来，总是这群人犹原一直选择踮伫迄个黑白，因宁可踮伫迄个只有黑白的世界。伫现实的生活甲上帝应允中间，咱也无法度下定决心。这对基督徒来讲是真大危机啊！先知阿摩斯捌讲，两个人若无相约，减袂斗阵行。很多时候我们会拿这句话，两人若无法同心，岂能同行？常常我们会拿这句话来要求一对新人要有同样的信仰。总是阿摩斯这句话，不是对婚姻来讲的，伊是对咱所有的基督徒来讲的。咱甲上帝同心同行。我们如果自己都做不到，我们怎么去要求我们的另外一半？如果我们自己可以坚定的做到这件事情，我们的另外一半一定会是被我们影响。他们一定会因为我们跟上帝的关系，他们会被改变。两个人若无相约，敢会斗阵行？咱拢有甲耶稣做约定呢。我们都是有誓约过的基督徒。基督是教会的头，伊是咱的新郎，咱是肢体，咱是伊的新娘。伊对以早、现今到伫未来，伊拢会遵守伊的约定，伊拢会遵守伊和咱的约定。就是今仔日的第六章的第50，伊就听到，我听见以色列人嘻嘻惨。上帝他听到，其实他也听见我们在这个世上。不断伫这个沉沦的世界、花花好的世界嘻嘻惨。伊知影，阮有时啊，就是咱无法度下定迄个决心，一直伫上帝面前嘻嘻惨，忧头甲面。总是上帝安怎来回应呢？第50，嘻嘻惨是因为埃及人迫害因做苦工。咱也同款受到这个世界价值观的迫害，总是上帝讲，我纪念我的约。上帝对这群以色列人讲，我纪念我的约。当接到这段经文，上帝也甲咱讲，伊纪念伊和咱的约定。无管这群以色列人的信心有偌细，上帝并无因为因的拒绝。因的提示，因的动摇，就甲因放弃。上帝犹原纪念伊对亚伯拉罕的约。即煞咱就是即礼拜来的读经正道。即礼拜来的读经正道，咱就知影上帝通过10个在下，互抵得伊的埃及法老，甲遐个对伊无信心、无要拒绝伊、无要跟缀伊的以色列人。互因亲目看见，见证上帝的大权能，叫因无阁有理由通好提示。对出埃及记，咱知迄种3心2意的愿意跟顺服，迄种3心2意的愿意甲顺服，是会互人丧失性命的。埃及法老就是安尼啊，因为伊的反复。因为埃及法老的反复不定，以后全埃及全地受到上帝的处罚。以色列人也同款，因念伊要地，念伊阁无爱地，到底要地还是毋地？一定着爱到伫红海的头前，无路实在是无路通行的时阵，才够不将死心来离开迄个早就应该着离开的埃及吗？我们一定要走到这个地步，我们一定要走到这个地步，才愿意来承认上帝是我们的主吗？顺服一直以来拢是信用的试金石。兄弟姊妹，咱敢是也无法度下定决心来决定。伫咱生命中的埃及法老是一罪咧，是一罪三不五时啊，会互你对上帝回应产生动摇。
是一嘴会互你的对上帝回应产生动摇。伊若对伊的意见若对你有产生动摇，你会当拒绝啊，你会当莫听，你会当讲撒旦摕去。你会当真坚定讲，撒旦你摕去，我就是爱缀上帝，你莫甲我搅吵。是一嘴会互咱动摇，是咱的另外一半，还是咱的朋友，还是咱所欠的钱财，是咱的地位，还是爱情？有迄才是，不过是一个，仅仅是一个能够让我们地位得到爬升的机会呢？兄弟姊妹，咱就爱知影，咱所会当接触，咱所会当得到的资源，拢是上帝，拢是上帝放伫咱的心上，放伫咱的手头。咱伫上帝所安排的教会聚会，伫上帝所安排的家庭成长，伫上帝所安排的学校、工作这场来过咱的人生，咱以早、目前、甲未来所经历的所有的一切，拢是上帝的业力。无论你是毋是基督徒，无论是你是毋是有相信这项代志。这个事拢是事实，事实就是安尼。伫上帝业力，伫人生无共款的阶段，咱有无共款的位置甲使命要完成。咱的态度必须爱坚定。既然已经成做基督徒，既然要跟，就爱彻底。既然要跟，我们就要跟得彻底，唔通一直甲家己找理由啊！唔通一直替家己找理由，唔通亲像以色列人碰到问题就倒救退后。上帝纪念伊和咱的约定，主耶稣甚至主耶稣也用伊的性命将咱赎回，咱也着照安尼来回应，因为这是理所当然的。坚持行一条对的道路，确实无简单，特别是上帝国的道路。咱若有够坚定，就算讲走投无路，上帝也一定会替咱开另外一条路。就算讲是一条真歪、真歹行、真着达的道路，也一定是一个充满色彩缤纷的道路。摩西是安尼，咱也一定会安尼。咱同心来祈祷。天父上帝，阮感谢你。感谢你无因为阮的信心软弱就放杀阮，感谢你纪念你甲阮所立的约定，互阮有机会活倒转，定生伫你的面前徛在。主啊，愿圣神帮助阮，扶持引带阮，互阮的一生牵调伫你，大声求你的国甲你的义，互全台湾、全世界拢通借着阮的敬拜甲奉献来认捌你、敬拜你、尊戴你。愿安尼祈祷感谢，拢是靠主耶稣的名，阿门。咱来唱回应诗，信诗第203首，天下变变，逐冬北邦国。203首，请会众起立来吟。在西藏。
奉献，咱只是请奉献的同工来服侍。请咱会众起立来吟奉献的诗歌。会众，请坐。报告报告大使，咱有几位吼，一直关心的兄弟姊妹吼，咱仁吉哥吼，仁吉长老今天有来吼，我看到还有心如，咱嘛特别心如为。心如站起来一下，心如回台湾了哈，心如还有大正啦哈，我们看到有大正回来哈，还有一个五郎的哥哥嘛哈也回来在我们当中哈我们都欢迎他们，因为我从上面看到的哈，那欢迎他佳佳上师就回来了哈，那我们就欢迎大家，还有会后还有英杰跟他们都在楼上哈，咱礼拜甩当做交易会来请安哈，好，咱今仔日即马要来。公道，先来公道，这样，人家先来公道吼，来，咱先来看迄个公道事项吼，咱先来祈祷吼。第一项是教会异象吼，成全信徒万民该祭司吼，这项是咱这一年持续来伫咧为兄弟姊妹要共同来为这来祈祷吼，读经祈祷，委身服侍，彼此相挺。过来就是完信心保守咱信仰，坚持行一条，也是话，也是充满色彩道路。咱无家己来替家己来找借口吼。具体咱一直拢为着咱提名伫遮的吼，也有最近有新的，也是伫咧现在咧受苦的，咱拢继续为咱祈祷。金主、王兰、甘基、德明、邱敏、宝玉、丽水。义梅、道昭、秀荣、盛雄、义利、一乐、英德、赵正、秀珍、彩颖、苏敏，为着咧福建的惠中吼，有碧莲、凯华、洪龙，伊安那嘛是复健的问题，千惠。咱为咱继续咱教会，因为伫肿瘤疾病伫咧治疗的静茹。亚娜、怡君、仁吉，有一个文成甲嘉靖因翁仔某身体因为伫咧受苦治疗中间，咱纪念因的治疗甲因的恢复。第三是为着1月13总统大选，咱来献上感谢吼。已经来选举结束，毋望咱的新的领导者会当来执政的团队会当行公义、好人民。心存谦卑来领导咱台湾这个国家，互咱人民得到幸福甲平安。
第四，为了2004年新任甲续任的各团体干部，因会当有智慧、气力、敬畏心、服侍心。咱为了这个事，咱教会这个大事，也是事工的事，咱做伙来祈祷。主耶稣，你是阮的主，是阮的上帝，你时时保守阮，时时保守阮，也互阮的总统大选会当来顺遂。阮知，若毋是你做头，毋是你做主，阮无法度晓遮个事会当顺遂。你就是阮摩西，是阮的头，你会当引带阮行袂死山谷，会当到青翠的草坡。你是旷野可开道路，迄落煞无开工课的上帝，互阮来时时来仰望主，望主互阮无西的信心，当有即种的心志。主，感谢你。亲爱的主，阮对今仔日牧师的教导，阮知你有缘关心时期甲阮伫地，有缘亲像摩西，伊互阮立的约，阮坚持行伫上帝你备办为阮备办的路，不管是什款的色彩，主耶稣，你有缘伫阮头前行，阮也勇敢来行。即是阮感谢你，互阮会当知影，阮伫教会兄弟姊妹，现在阮提名大道，阮要相甲扶持。阮知逐项事相甲效力，是要互听上帝人得到利益甲帮助。有时拄到无顺利，是上帝你另外的心意；有时拄到阻挡。是要看见上帝你奇妙的恩典。亲爱的主，阮特别要提名阮拄仔你提名兄弟姊妹，因伫受苦中、病痛中，恁来大牧者要成做因患难中的倚靠甲帮助。主啊，阮拢要来学习伫顺境中感恩，伫逆境中顺服，阮相信伫阮内面的比世界较大，因为大水泛滥的时，你犹原要做王。搁一摆献上阮恳求的声音，求主接纳。只是阮嘛要用主教示阮的主导文讲，阮伫天里的爸，愿你的名是，你的国领到，你的旨意伫正伫地里，像伫天里。阮日时加互阮，赦免阮的辜负，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人。无你赐阮力气，就叫阮脱离歹的，因为国、权能、荣光拢是你所代代无尽。阿们。报告吼拄仔有看到咱兄弟姊妹有位远远转来，也是国外转来咱会校，再甲因来招呼，会当做伙来食爱餐。要来报告咱后礼拜1月2日的事工拢伫咧咱的周报顶面，请咱若有服侍，咱会当家己来准备心来备办。教会消息咱今有看到咱二届牧师，伊转去金门来
大概返乡省亲啊，是咧投票啊，关注以保守出入平安。第二就是咱的国保团契，请咱将去年就是2023年的决算账册吼，会伫咧1月14交互咱的干事吼，会当来互查校的委员来查账，并伫1月2日将2023年的施工报告甲2024年的施工报告甲预算交互咱的干事吼，啊，这真重要吼，所以咱各个团契会长或圣歌队长啊、乐团团长等吼，会当将这来准备好。这为着咱的合会手册要来编印吼，所以要提早作业。第三是1月28号。咱教会要大扫除吼，啊，你看咱的圣诞装饰还在吼，那这就是咱的固定的时间，咱就要卸除圣诞的装饰，而且各团契会来互相来帮忙吼，各区来整理。团契消息1月19号早起10点，上年团契有聚会，主理是咱的二节牧师。1月21甲22号圣歌队吼也无。退休会吼啊，但这是固定的一个时间吼，咱会当出外吼啊，所以咱地点是伫咧南投吼，咱2个牧师、咱干事拢做伙来前往。具体消息就是1月17，就是过来迄个拜三早起11点，伫二滨景仰1楼的至真二厅有举行，就是阮秀龙姐吼，秀龙先生吼啊，林焕国弟兄吼伊嘛阮的堂姐夫啦吼，告别礼拜，火化了要安葬伫阳明山的花葬区吼，啊，若要参加的，也是参加安葬礼拜的兄弟姊妹，咱到1楼来登记吼，啊，毋茫咱甲与哀哭人同哀哭来参与这样子，来关心他们的遗嘱。奉献的面世啊，请咱家己看，然后有订单甲找咱的过价来订正。最后，咱要来吟上吟第510首《乌老天父天顶主宰》，请咱起立来吟信息510首。圣手，信心的扶持甲帮衬，互恁定军行伫主所应允迄条充满色彩的路径，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。阿门。会众请坐。
袂倒避讳，请咱会当到楼骹来用爱餐交易。